Hello， 各位 fans 大家好。今期新車速遞介紹呢部中型 size 嘅 SUV 4635嘅長度，作為一部中型 size 嘅 SUV 啦，係 ION 呢個廠牌嘅，冇錯啦。呢部叫 i60，舊年年底上咗市嘅。呢部車呢係早2個月前有街坊揾我測，今日呢就幫佢揸到專門店進行到首次保養。評論組有好多街坊留言講我噶啦，黎明你又唔洗車啊？係啊，嚟鬼咁，冇辦法，客人俾我架車。係咁多泥冇辦法㗎，等陣做完首次保養呢，我哋 ION 嘅寫嚟店呢就會幫佢進行到清洗啦，keep 翻乾淨個樣，交收翻俾客人嘅。首先呢 ION i60 呢，佢會有真程版同埋有純電版，各個配備我打晒喺熒幕上面，供各位 fans 參考啦。我身後呢格呢，官價係1098嘅。進階版109800可以買到咁大部車，然之後可油可電，真程佢行純電嘅里程有210公里，跟住入滿油，官方宣稱係可以行到1100公里。好啦，最嚟由頭講到落尾，好 young 嘅鷹眼大燈，呢套設計喺 ION 上面未有見過，有啲似 GAC 傳祺嘅 S7咁呢，日行燈組做咗喺泵把上面。下面咧都係少少嘅點綴啦，同埋呢部車個顏色超襟身啊，叫全色銀啊，見唔見到啊？成車襯口嘅呢部車，基本咧行2-3個禮拜唔使洗車，亦都可以 keep 到好新嘅。OK， 再望翻輪鈴，18英寸嘅輪鈴，鋁合金色嘅設計都有齊啦。最緊要呢部車有 cam 頭360，109,800嘅官價可以買到有真程，亦都有大空間，有 SUV 嘅尺寸。當時佢都有揀過㗎，我究竟係買宋鋪啊，定係買吉利銀河嘅星艦系列啊？但係最平都係呢格啦。我執到內籠俾各位街坊睇睇。首先皮料啦，有齊，上半部下半部都會有晒皮料嘅包覆。作為10萬蚊出頭嘅 SUV， 應有盡有。OK， 走入到主駕駛位。首先呢部 i60 啊，新款頭，舊年年底上市，俾到我啦。成個儀表台咧都包晒皮喎，冇咗以前 ION 嗰套膠感啊！而家成套車籠營造出嚟嘅豪華程度有齊喎，中央嘅扶手位做翻人體工程學，斜斜地咁擺2部電話喺度，中間嘅空調出風口咧都會好好咁面向面部啦。有啲車藏起身啊，又要揾啊，各樣呢部車唔怕講啊，真係得心應手啊！跟住手枕位啱啱好啱低，跟住睇翻成個儀表都會有儀表喐啦，同埋成檔軚環軚波式嘅設計。好啦，睇翻後排嘅面積去到點啦，同 N60 一樣，90度開門嘅角度俾埋你。當時客戶咧睇完 N60 之後啦，佢見到哇個車門同 N60 一樣，開合程度咁高，有90度，好方便上落喎。第二樣嘢，後排真係又係可以翹腳，接近半隻手嘅腿部空間，跟住後排夠晒闊啦，中型尺寸嘅 SUV。睇翻成個天幕，哇，一個超幾多平方嘅天幕打喺熒幕上面，話俾各位街坊知。跟住呢，手枕位都會有齊。如果有翻個冰箱就掂晒啦！各位香港、澳門街坊想喺國內買新車，但又驚手續繁瑣，揾途勝車行就啱晒啦！我哋專業代購國內所有全新車品牌，無論熱門嘅電車定係豪華品牌，通通都有。最緊要我哋提供一條龍服務，幫你搞掂晒所有手續，直接上埋深圳粵 B6牌，免費辦理深圳指標，冇居住證嘅客戶，通通都可以。等你可以輕鬆出車之餘，無後顧之憂，唔使自己煩，專業事交俾我哋做，即刻聯絡途勝車行，揀翻架心水靚車啦。再睇翻成套座椅嘅填充物料呢，係相當之軟熟嘅。好啦，嚟翻到尾部，首尾呼應翻啦，成套燈組嘅設計啦，都係條形嘅。ION 而家家族面呢，都每架車設計翻頭尾呼應。再睇翻行李箱嘅面積啦 ，OK， 相當之闊落，下放嘅儲物空間都會有埋，電尾。都有齊喎，109,800買部真程嘅可油可電中型尺寸嘅 SUV， 去邊度揀啊？就揀部 i60 啦，好冇？好啦，勁多灣區出車嘅資訊，歡迎繼續撳爆我呢個 channel，多謝各位。